好啦，俾你獅子座點算咧？獅子座咧係一個好霸道嘅星座嚟，係啊，不論男女啊，即係好容易 show off 自己嘅本事啊。咁我哋睇下佢嘅愛情會唔會一樣咁霸道先？霸唔霸得起咧？我哋又見到一張8號牌啦，又有 BB。即係今年咧唔係嗱，今年咧佢會可能略年咧會收斂咗啲，可能得到一啲教訓啦。咁所以變咗咧，今年新嘅一年咧，佢會有一啲嘅改變。咁呢啲改變係因為佢嘅教訓，令到佢可以即係知道自己係究竟咩一個人。咁所以佢就會係啦，可以知道吸收咗好多嘅錯誤嘅經驗啦。咁佢會知道咗要點樣做。咁所以喺愛情上面咧，今年咧獅子座反為咧會變得比較沉穩啲喎。係啊，咁所以變咗咧，今年嘅獅子座咧，可能係比起往年咁多年裏邊咧，係最得人歡喜嘅一個星座。咁即係因為冇咁惡啊嘛。溝到女仔喎應該。OK 㗎嗱，總之咧就應該獅子座咧今年啊，以往佢一定唔係宅男宅女㗎啦。咁但係今年咧，就有機會咧變得宅宅地，咁咧就亦都咁樣嘅話咧，就掟翻勻嗰啲氣焰啊，可以令到人更加可愛，或者更加得人中意啦。好啦，咁啊獅子座事業係點樣咧？好啊，咁啊事業咧，我哋抽一張。嗱，事業咧，我哋見到一張叫女祭司啦，咁亦都係一個修女啊。咁呢一張牌其實係講緊乜嘢咧？見到獅子座嘅事業運啦，其實佢會好清楚自己要做啲咩。咁同埋今年咧有好多嘅層面佢需要處理，亦都可能接觸好多唔同嘅行業啊。咁所以變咗感覺咧，今年獅子座咧一年咧都會係好多姿多彩，同埋好多嘢做，同埋會收身都係刀啊。咁啊張張都嚟喎。咁同埋今年咧會好百花齊放。咁所以咧變咗今年咧做工作啊，無論打工或者做生意嘅獅子座嘅朋友咧，其實咧不妨咧可以試下睇清楚啲，睇遠啲。盡量咧係要有遠見嘅，有計劃嘅嘢咧都會好成功嘅。嗯。